斋戒月对着穆斯林来讲是参像咱农历过年同款的闹日，为了互来台南读册1年等外籍学生感受台南人的祝福，由华裔、南台甲昆山3间学校今年再次联合举办开斋嘉年华，几乎热工局嘛全力相挺，会让学生用传统舞蹈、用讲古等活动来互相交流。其中有位特嘛参与开斋祈福饭的仪式，场面相当热闹。2、1，哇！我们切下祈福饭。2024年开斋节哈，那我们希望各位好朋友，很多来自不管是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或者是其他地方的好朋友，都能开开心心、快快乐乐的能够在这边一起参加开斋节的活动。在台南市是一个非常友善而且非常国际化的城市那我相信在台南市求学或工作的所有的外籍生、外籍的员工，都是非常的幸福与快乐。这个开斋节甲台南亚美食活动，除了让远头路来台南求学的学生用表演甲当地美食暂时疏解思念故乡的心情，嘛希望因将台南当作第2个故乡，安心求学，或者是留落来工作。劳工局对于境外生呢，我们跟学校有很好的密切的合作。我们同仁呢也常常会到境外生他们居住的地方或者他们生活的地方，到学校跟他们聊天，让他们咨询一些生活上或是就业上的事情。那希望他们以后可以在台湾有一个找到一个比较好的职业，而且好好的在台湾生活。台南除了欢庆开斋节，提供多元的文化体验，透过结合内政部移民署所进行外籍学生的关怀、访视等大型的服务，嘛是首创。台南新闻阮吉采访报道。